输的那一队产生之后，我再告诉你们。好，你们还在抄吗？好，我有没有挡到？有。好，那我们留下来好不好？这边抄边玩好了，因为看你们那么无聊。好，我现在想一个数字哦。只有我是一个人知道。知道。好，现在1到100，一小，1大。1大，2大，1小2小1，然后快，哎，你们快闪个数字出来。队长，40。